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，和合本圣经记载在第83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神的道。他见有2只船湾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，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，把鱼装满了2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以上。这时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，所要讲的题目是耶稣与现代人时，耶稣与跟随的人，耶稣与跟随的人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为了平安经过1个礼拜，献上满心的感恩，也为了主日能够再度有福气，能够来敬拜你，也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今天我们要举行圣礼典，我们要与主同舟，再次领受神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增长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够荣神益人。求神你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开我们的心门，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在耶稣与现代人，我们进到最后一讲，第10讲了。那前面有好几讲呢，我们都已经有提示过很多次，表示说耶稣呢，他不是只有是在2000年前的主耶稣，也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的主耶稣，而是跟现代人是有息息相关的。虽然我们现在跟2000年前已经差异非常的大，我们的科技的进步等等这些，我们甚至到的外太空最近所传回来的资料表示说，我们已经到了另外的星球等等，这些都已经时代跟已经非常的不一样。难道主耶稣他能够明白我们这时候的情形吗？其实神跟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只是外在的身的部分，而其实是最重要是在我们的心灵的部分。所以我们从下面这个几个主题呢，我们都已经来看过主耶稣跟这些人呢，到底他如何帮助现代的人，在有这样子的情形之下，应该是如何。我们上次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敌对的人里面提到，就是说有人是应该是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或是人家因为要告你，要你的礼衣，然后连外衣都给他等等这些，甚至包括人家强迫你要走1里路，这是违反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时候，这种身心灵都敌对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？用主耶稣来当例子来告诉我们，最明显就是到最后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赦免他们，求父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也告诉跟那位同一起钉十字架说，今日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。告诉我们乃是要我们能够赦免别人，我们还接纳别人，同时要祝福别人。我想这是上次给我们的学习。那我们对敌对的人，我们可能会面对同样的情形，我们可能现在第一个只是达到赦免了我们还没有办法接纳他，
或是我们已经接纳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祝福在他们身上。但是主耶稣要我们能够这样，因为我们的终极目标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盼望这是成我们的鼓励，也是勉励，因为神要帮助我们。今天我们讲到最后一堂是讲到有关跟随的人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能够使你长久又不离不弃跟随的人，他要有什么特质呢？这边写下来的特质，大家都是属于正面的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是这样子，当然要有一个人都同时拥有，大概也是蛮困难的。这人包括有正直，他又是很谦卑，他又充满了爱心，他又是有权柄的，他有能力，他是信实的，就是一成不变的。然后他又愿意培育你，当然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写出来，包括是不是他能够看重你，愿意来培植你，把你当成是他的同工，是同辈的这样子来，等等这些有很多，都是一些特质在，这是属于好的特质部分。我不知道你常常你仰望一个你能够觉得当做你的楷模，然后你愿意去跟随他，你很敬仰他的，他到底要拥有怎样子的特质呢？而这个特质，若是因为这个特质而产生的会有受苦的时候呢，你是不是仍然会不离不弃的跟随他呢？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问题。在我们人间中间，虽然我们讲主耶稣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我们跟随他，我们仰望他，这是大概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而且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很多点。但是在世上，我们还是一样会有一些我们仰望的人到底是如何，这或者是我们要成为别人仰望的话，我们应该拥有什么？我想主耶稣他能当作我们最好的模范。我们用彼得来看，他跟这个耶稣，彼得成为耶稣的跟随人，然后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的互动到底是怎样？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。我相信你当一个被跟随的人的时候，你一定有很多的特质，而这个特质要对跟随你的人来讲说呢，他应该有一系列，包括你如何能够吸引他，然后你如何能够装备他，以及如何能够使他也能够成为后面的人又要跟随他。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看到第一个是看到耶稣对跟随者的呼召。原来第一步是假定我们像耶稣，他是来传扬福音，说希望有这种呼召在，让人能够到他的面前来。我们有些被跟随的当然是被动的，人家看见你而来跟随你的。但是要是你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在的时候，我相信你更希望能够呼召人能够来认识他。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经节呢，是讲到约翰福音第1章35节到42节说，这是彼得跟耶稣的第一次的接触。因为在4福音中间都有不同的记载在，而且有的是跳来跳去，到底是时序上是怎样？其实有一本圣经，它试着将4福音中间按着时序去排下来。那这是那个作者他的想法，是不是真正是这样呢？但是我相信是非常的靠近。那有一本圣经就是按着这排。要是我们不知道这时序的话呢，路加福音呢倒是一个可以当作我们来参考的。因为路加福音说他经过了考察之后，他按次序记录下来，所以路加福音是一个有按时序来记载的。然后中间你看到有其他的经节，马太、马可的时候可以穿插在里面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第1章就已经提到，以彼得跟约翰之间有一个第一次的接触，原来是那边记载的施洗约翰，他有2个门徒站在那边跟约翰站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看见施洗约翰看过耶稣走过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看呐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那2个学生呢，听到他们老师这样讲的时候，那2个人就跟从了耶稣。跟从了耶稣之后呢，耶稣就问他说：“你们来跟我做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要来看你住在哪里？”然后耶稣带他们就说：“其实我并没有地方可以住，等等这样。”然后最后呢，他们这些人就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施洗约翰，因为是他的老师介绍他的。里面中间有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。在约翰福音第1章41节的时候，他就去找到他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”弥赛亚意思就是基督，他就说他已经遇见弥赛亚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带彼得去见耶稣，
耶稣看到他的时候，就跟他讲说：“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然后你以后要称为你要称为基法。西门原来意思是芦苇，就是那些非常软弱，风一吹它就倒来倒去的。原来他的名字是这样的，但是耶稣见到他，就告诉他你要称为基法。”也就是彼得，意思呢就是石头。原来他要让彼得从柔软的变成是一个刚强的，这是耶稣跟彼得第一次见面所讲的话。但是那时候彼得并没有就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。虽然彼得已经知道了耶稣是可能就是那位弥赛亚，但他没有立即来跟随耶稣，这是第一次。耶稣其实已经对彼得有了呼召了，但是彼得没有回应。第二次的接触呢，是在路加福音第4章的38节到39节，那地方记载的说，耶稣他在会堂里面讲，出了会堂之后，他进入到西门的家。那西门的岳母呢，就是讲彼得。彼得的岳母呢，他害热病甚重，所以人家就来请耶稣能够医治他。耶稣就斥责了这热病，热就立即退了。然后他的岳母就起来服侍了他们。我们看到这么严重的病呢，在彼得来讲的时候呢，这其实是看到耶稣的全能，看他大有权柄在，能够将这热病斥责，然后病就好了。但是紧接着彼得还是没有跟随耶稣。在接下去之后，就是今天所看的经节，路加福音的第5章里面才记载的，他们愿意来跟随了耶稣。耶稣对他的怎么呼召呢？经过一连串的中间，今天第1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看见有很多人拥挤的他要听上帝的道的时候，他就看到旁边有两艘船，一艘船是属于这个西门彼得的船，然后他就上了那个船，然后向在岸边的人来讲道。讲完之后呢，他就告诉彼得说，把这个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，在第5章第4节里面所讲。这时候彼得就回复他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”彼得是非常经验老道的一个渔夫。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也不是渔夫，所以他就告诉他：“我们整夜已经非常的疲倦的打了，都没有打到什么东西。”但接下来他又说怎样？他可能心里在想，刚才碰到的这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的弟弟安德烈告诉他，他们遇见了弥赛亚。第二个，他自己的岳母的热病马上就得到医治了。第三，刚好这些人在听耶稣站在船上面跟他们讲道，看到他是非常有智慧的来教导这些群众的时候，他想大概耶稣应该是有权柄的，所以他立即接着说：“但依从你的话，我们就下网吧。”这是彼得他的回应。在接下去呢，他果然就下网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居然网上的装满了2艘船的鱼，甚至连船都几乎要沉下去了。我相信这对他是非常大的打击，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不可能的。他们才刚刚整夜有经验的渔夫，刚刚下在这个地方打鱼，打了整个晚上都没有得到鱼，但是一个不懂捕鱼的耶稣竟然叫他从这边下网，他就下网之后，竟然打出了这个网，能够两艘船都已经满满的这个船，所以对他来讲是不可能中间看到主耶稣所行出来的神迹。他有什么回应呢？他马上就非常的降服，之后确定主耶稣就是他的弟弟所讲的这个弥赛亚，也是神。所以彼得就匍匐在耶稣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请离开我，因为我是罪人。”不只是彼得是这样子，包括跟他在一起的有安德烈、有雅各、有约翰，他们都因为这神迹就感到非常的惊慌，而且是惊讶惧怕。但耶稣却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或是得人如雨一样。”接下去的告诉我们结果是怎样？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就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呢，是耶稣借用很多种方法在呼召的彼得。起先透过他的弟弟也能够来见证说他看到是弥赛亚，也透过他的神迹医了彼得的岳母的热病，然后又在
又有很权柄的跟群众在那边讲教训他们，最后又行了神迹，叫他在整晚打鱼没有打到任何鱼的地方，下网之后竟然有这么多的鱼，满了整个2条船。用这样的神迹来告诉他，是要让他知道主耶稣就是一个神，是一个弥赛亚。有可能我们领受到神，我们感受到主耶稣的时候，有可能是像彼得这样子，面对的一次又接一次的神迹在他的身上，让他越来越相信。这是有时候是违反自然界的这种神迹，但是也有是很平常的人的改变，或是人的领受的这种情形。这些都是神是要盼望我们能够去做，能够去见证到有神的能力在这里。今天我们有圣礼典，我们有洗礼，有成人洗礼。昨天在问道理的时候有一位他就做了见证，他今天为什么要洗礼呢？因为他看到神的能力，神的大能在他弟弟的身上。他弟弟发生了车祸，然后医生已经宣告没有办法了。但他跟他妈都是，他们很多人都是基督徒，是在阳明的地方，他们认真的祷告，不放弃的祷告，最后他的弟弟就好起来了。医生你早就已经放弃，觉得没有办法，就是你有不同的，你可以从不同的方法，你会领受到神迹。彼得在这边所看，主耶稣用这样的方法，让彼得去经历到很多次的神迹之后，这就是对彼得的一个呼召在。所以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跟这个安德烈就放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了。那跟随耶稣之后，你会长期的跟随着耶稣吗？假定耶稣没有做任何事情，只是到哪边你就跟到哪边去吗？没有，主耶稣接着就装备了他们，因为主耶稣呼召他们成为跟随的人，有他的目的存在。他准备要他们能够去传扬福音，如何能够去传扬福音呢？当然要装备他们。所以我们紧接着看，就是耶稣对跟随的人的一个训练跟装备。第一个看到是耶稣，他不只是跟随呼召人跟随他，而亲自这样训练来跟随他。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在马可福音第3章第14节到第15节的地方，那边说他设立了12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他召集了这些人之后，你跟随我之后呢，就常与他们同在，还要他们去差他们去传道，同时还给他们权柄，并不是没有权柄，就要他们能够去做这些事情。他常常训练，跟他们同在，跟他们讲话中间就已经训练他们了，差遣他们去传道，又有权柄给他们赶鬼。到马可福音第4章第10节到第11节的时候，那边还有第33节到34节，耶稣用很多比喻来告诉他的这个门徒，他告诉他们说，这些有些事情要用比喻，他们神国的奥秘，他们才能够知道。耶稣想尽了办法，要让跟随他的人能够明白真理，这是耶稣所做的第二件事情。给他们目标，给他们要去传道，然后又给他们常常同在，要教训他们，同时又给他们权柄。第二个呢，就告诉他们上帝国奥秘的真理在什么地方。不止这样，耶稣还带领着跟随的人来经历神的全能。这神的全能记载在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到41节的地方，那边告诉我们是耶稣他们坐在他们在船上，在加利利海上，在船上的时候，耶稣在睡觉，但是他们碰到了一个暴风雨，那整条船都快已经要沉下去了。耶稣仍然是在这个船尾上面在睡觉的时候，门徒就叫醒他说：“夫子，我们上面的你不顾吗？”耶稣醒来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了，大大的平静。那时候，那些门徒人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耶稣带领这些门徒之后，也让他们经历到神的全能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大有全能，所以让他们相信他所跟随的人是没有错的。不只是这样，到马可福音第6章第7节到第13节的时候，要讲到说，差遣他们差遣主耶稣差遣12个门徒，两个的出去，给他们权柄，能够制服污鬼，并且吩咐他们不要带食物跟口袋，腰带里面也不要带钱，
他们只要穿着鞋子，然后不要穿2件挂着等等这些怎样？原来是要训练他们怎样去传扬福音，不是他们在那边跟着耶稣领受、享受主耶稣的教导，跟主耶稣在有平安喜乐跟他们在一起。不只是这样，他要差遣他们去，给他们权柄，然后去差遣，而且是给他们比较苛刻的条件，让他们要接受训练、操练，能够去传扬福音。他们恐怕会碰到很多的情形，但是主耶稣要帮助他们。接着我们看，不只是这样，在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13节到第19节，在那边的时候是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撒迦利亚腓立比，那已经是离开这个犹大他们的疆土里面，到外面去。那时候问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人说我是谁？你们说我是谁？那时候彼得就告诉他说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时候主耶稣将教会的奥秘以及教会的使命，你们如何能够有权柄呢？这些策略告诉了这些门徒。在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18节说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他告诉我们，教会的权柄是怎样？是因为把教会是透过教会这个磐石呢，能够将天国的福音来传出去。还告诉我们，还有属灵的权柄在什么地方？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耶稣训练他的门徒，也告诉他们以后如何建立教会的使命在什么地方。他们也有属灵的权柄跟他们同在。最后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到第17节的地方，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最后一个功课：你乃是要服侍跟随的人，因为耶稣亲自为他们洗脚。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们为他洗脚。我们知道这中间过程，包括彼得说：不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：你都不洗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彼得说：那你就不但洗我的脚，连手连头也要洗。耶稣告诉他：人只要洗过澡，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接着就告诉他：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耶稣对他门徒的不只是呼召他们，还训练他们，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差遣他们。给他的训练是怎样？让他们知道说，你们会有权柄的，我要差遣你们出去，我要让你们明白真理，而且你知道你所信的是有全能的，就像主耶稣斥责的这个风跟浪一样。同时让他们也知道，他们会有带有权柄是这样。你所捆绑的，在天上要捆绑；你所释放的，在天上要释放。但是不要因为有权柄你就骄傲了，你要成为服侍的人的，你要服侍跟随的人，就像主耶稣他为他的门徒洗脚一样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训练，告诉我们，同样都是神的跟随，我们都是主耶稣的跟随者，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领受到呢？这最后的问题是我们中间会去提到，但是主耶稣训练这些给他们的训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差遣他们出去。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差遣他们呢？在马太福音第28章的18节到20节讲得非常清楚。耶稣要升天之前的时候，就要他们到普天下去传扬福音，然后要他们要使他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，然后还要他们将主耶稣从主耶稣所领受到的教训，要他们去遵守。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训练这些人，训练他的跟随者呢，主要就是为了要差遣他们出去。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想过，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些门徒们到底能不能明白这意思？他们是加利利人，他们在那个地方还没有出过任何一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小块，这边是约旦河、加利利海、约旦河、死海，这边是地中海，就在这么一小块地方而已。但是主耶稣要他们到普天下去，要传到地极，难道他们明白这些吗？我相信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普天下，什么叫做地极，什么叫做万民。他们能够明白，就是只有犹太人而已。他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，
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。他们那时候想的地极原来就是现在的西班牙，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是四方形的，所以这边看不到边上，所以显然这个海是这样下去的。不知道他们是圆的，因为我们的人太渺小，所以我们看不到整个这个边界。他们当初的时候领受到是这样，但不明白这些。但是呢，他们接受了这个差遣，他们也认真的去执行，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领受到圣灵的大能之后呢，这个福音就传遍了天下。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，就是因为有这些人。他们接受了主耶稣的呼召，成为主耶稣的跟随人之后，又接受了主耶稣的训练。他在训练中间领受了很多，然后就接受了差遣，差派他们去，他们就认真的去接受任务去差遣。这让我们想到是说，我们都是主耶稣的跟随人，我们跟随了主耶稣。你有感受到这呼召吗？你有认真去接受主耶稣的装备跟训练吗？当然不是主耶稣亲自来跟我们训练装备，但是透过教会在做这些事情。我们可以明白，我们教会呢非常的注重职前训练跟在职训练。我们在11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呼召。你有没有我们教会有需要这么多的侍奉？我们有开会侍奉博览会，然后在这边各部门出来解释，然后就在下面的时候，请你们大家有感动的人开始去填你要做什么服事。你填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做职前训练，盼望你做这件事情之前能够明白更多，就像主耶稣训练这些门徒们一样，不愿意让你们不明白之下去做这些服事，你大概就不太清楚。主要就是为了你心态上的改变。我们要成为服事的人，我们不是要管理别人，我们乃是要服事的。当做了职前训练的时候，我们还觉得不够。因为在做中间，你还是会碰到很多的问题，或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更完美，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在职训练。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周报，你打开第2页，第2页的最右边最下面的地方，告诉我们，你看，在每个2个礼拜就有小组长训练。要当小组长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，每2个礼拜你要召开小组长小组。我们的小组聚会的时候呢，他就要受训练，才能够去帮助你们。这就是在职训练，或是职前训练。我们看9月9号，我们还有夫妇的讲座，这是身心灵里面那个心的部分。盼望我们父母都能够，夫妻里面之间各尽的责任应该是怎样？这是在装备我们，在训练我们。诗情训练，9月16号有敬拜赞美的训练。你常常可以看到我们在周报上讲很多的训练。就是在学习主耶稣对待他的门徒一样，他盼望这些门徒出去被差遣出去的时候，他已经装备满满的，他有十足的信心，他不管有没有能力的时候，求神灵帮助他，在技巧上他也知道了，然后他就能够去做很好的差遣。我相信我们教会中间仍然需要很多这样子的人。11月份还没有到，但是平常这中间还是有很多，像我们可以看到周报里面常常有，最近都已经呼召完了，有些委身公约，那就是主耶稣在讲的呼召，开始呼召了。我们教会需要有这样的服事人员，有生命教育的这些老师们，有志工，有事要做什么事情，这就是在呼召。呼召完的时候，就开始有职前训练，有在职训练，就像主耶稣在训练他们一样，然后就差遣他们去做事情。差遣你到大有国中，到桃小里面做生命教育的老师；差遣你来当志工的时候，当食物银行的这志工，在发食物的时候，你有机会可以带他们传扬福音。这些都是就是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，我们成为主耶稣的跟随人的时候，主耶稣有一系列的如何这样去做，呼召他们，训练他们，然后差遣他们出去。我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更需要是像这样，我们不只是只有在对内而已。你也想到说对外有何尝有多大吗？基督徒在台湾只不过是有人讲5%，有人讲10%，在大都市里面大概10%，其他大概是在4-5% 左右而已。表示说外面还有90几个%的人，10个人中有9个人都还没有信主，还没接受主耶稣当他的救主。这何尝是何等的大？这么大一个何尝，对我们来讲是意义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每个礼拜来做礼拜，为的是什么？
自己得到安慰而已吗？我相信不是，不只是这样。主耶稣的大使命告诉我们，要往普天下之下，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，又让他们能够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，然后所教训他们要去遵守，最后能够爱神爱人。我们到主日来这边敬拜，不只是我们得到神的安慰，我们又领受了使命，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的差遣，要我们往普天下之去，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。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训练，就是要使你装备能够做这些事情。我相信我们今天成为这个主耶稣的跟随人，我们有很多应该要去思考的。我们只是单单来这边领受而已吗？还是真正要去当他的跟随人应该要尽的责任？所以结论来讲，我们要针对第一个，我们要是还不是基督徒的人的时候呢，你有多少的接触吗？你能够听见他的呼声吗？我们布道会就是都在呼召，或者是你愿意来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吗？就像彼得他们当初经过这么多次，但是他没有回应。今天晚上是林书豪的神迹之夜，他成为一个世界上非常大家都能够知道这样有名的人的时候，他没有离开他的信仰。他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万人都是拥有，都一直拥护他，一直向他呼神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这样，并没有因此骄傲。他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。每次访问他，第一句话一定是这样：感谢神。第二是感谢他的团队，第三才是感谢这样，才是觉得说今天有这样的机会，他觉得非常的感恩。我们不知道他今天晚上要讲什么，但是我们相信他是有坚定的信仰，愿意为主来做事情。你看他，我相信很多人关心他的话，从他这几天的这个行程可以知道，一直到亚洲来，不管是到大陆也好，在台湾，没有一天是这样，是平安的经过的，是非常的忙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呢？他来这边，他都是付出啊。我相信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呢，能够利用这个机会。基本上在这我们有网络直播，是7点到9点。要是你没有办法来参加的话呢，9点之后在我们的第15台的好消息呢，它会重新再播一次。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，你家里还没未信的人，你没有办法到这没有关系，在家里可以看，一起来看一个在这种现代这种都被人家重心大家所拱的这种重心，他并没有偏离掉他没有忘了他是谁。他仍然将一切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也可以让别人一起来享受这样的。那若是你已经是基督徒的话呢，这几点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。我们是不是有常常与他同在呢？因为主要他常常跟我们同在，要差遣他们去传道，还要去传道，而且要给他们权柄。你有这样感受到神主耶稣常常跟你同在吗？你能够明白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些教导吗？你能够经历到神的权柄，像神能够有这斥责风跟雨的权柄吗？最近常常我们有这些天灾地变啊，礼拜五又碰到一个菲律宾那边有几级的地震，是不是有海啸来？还是我们有碰到的台风，有很大的台风，预测非常的大。我不知道在这中间我们自己的面对这个问题是怎样？我们比较消极一点，我们大概就是求神保护我们，让大家不要受到伤害，不是很大。你知道他们那些非常虔诚的人，他们是怎样？他们斥责风，斥责雨，要神将这个台风就阻止，不能进来我们这个地方。在韩国地方，他们是用这种方式的。当然，我们知道神他能够掌权，要还是不要，但是他们怀着信心去做这样的事。我们有经历到神这样子的，或是说我们对这个大自然，我们不愿意这样去改变它，我们就存着顺服的心，求神保护我们就好。但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上，我们的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的时候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有人做见证，他的弟弟受到车祸，已经宣布已经没有救了，他们不愿意放弃，这样向神呼求。我们能够见证到这样神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吗？我们有没有把握任何的机会能够去传扬福音吗？我们会碰到很多个挫折，没有错，
但是那种是一种操练。那我们下次再去传扬福音，我们更能够知道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。我们有这样子的操练去传扬福音吗？你知道你的权柄有多大吗？在地上所捆绑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在地上所释放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主耶稣授权在教会里面，就是代理他，然后要透过教会所做的事情来传扬福音，有这个权柄在。我们能够明白这些吗？最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人他的跟随者，然后能够成为一个服侍的人的吗？我们愿意成为主耶稣的门徒，真正的门徒吗？已经讲过，我们在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过程中，第一个我们恐怕是一个慕道友而已。然后我们进来成为信徒，我开始相信主耶稣。但你是不是跟随在他身旁的这些门徒呢？因为主耶稣跟着主耶稣门徒是相当的多，不是只有那12位，他有很多个门徒，但是只有这12位是成为的，最后是羔羊的使徒。你愿意成为那个得胜的门徒吗？我想这是成为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去应该去碰到的问题。我相信在这个整个耶稣跟现代人的实讲里面呢，我们或多或少都是中间的1个、2个，甚至是10个角色都是。你能有得到帮助吗？主耶稣不再是自2000年前的主耶稣，他仍然是跟我们同在，因为他是主，他是神，他要帮助我们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当时跟着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一直在我们身旁，一直在帮助我们。他透过我们所有的聚会，透过我们读经，透过我们的灵修，都要成为我们的帮助。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这样深深的领受，在这个主耶稣与现代人的这一系列中间，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有一系列主耶稣跟现代人所提到的献上满心的感恩。我们看到主耶稣不只是在2000年